讲到这台电高雄左营二处变电所呢，早起发生一场意外。这台电高雄区处省长的孙检班长上班的时阵，准备换这工停车，煞无细力去互电动铁门夹到，互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喘过心跳啊！那类似案件已经毋是头一届发生。台电省长的孙检班长的机车要停伫大门口。14早起7点半，依照平常时做法，骑机车到左营二处变电所，准备换工停车出门巡检。啊，毋过煞不幸发生意外。张姓男子疑似操作电卷门时不慎遭夹困，经现场救护人员急救检视，已无生命真相。初步了解，省长的班长开电动铁门过程，卡到红外线感应器，铁门马上停落来，因为宽度无够，无法度互机车通过，伊伸手去挤开关。正常的程序，开门进来，或者是侧身进来，来到开关这边按开启的动作，那就用手伸进来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，所以才发生这个不幸的憾事啊！力道太强了啦，不能这样子啊！而且他们同事之前上个几礼拜之前才发生差不多的事情，在冈山啊。省长的班长是台电资深员工，已用37年的资历，过4年就要退休。家属质疑无大门防御机制，同款的案件毋是第一摆，啊，毋过台电所拢无改善。我们的同仁在工作的过程里面遇到任何的工作伤害，台电公司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予抚恤。台电表示，会加强宣导作业安全，配合检警甲路检这单位调查清楚原因，也澄清高雄区处无同款的事故发生。专业铁门师傅建议，电动铁门应该加装红外线感应，让人车架咧用停止运作，同时尽量用遥控器来操作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